不要再催了。119接到电话后60秒内会派车出勤，前提是你的先给出正确地址。救护车、消防车马上出动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不用担心。倒是报案者冷静一下，119问什么就回答什么，好吗？119您好，需要救护车还是火警？患者是生病还是受伤？意识清楚吗？呼吸正常吗？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糖尿病等相关病史吗？如果评估完是需要立即急救的，我们会线上指导，不用担心。但是不要浪费时间哭天抢地，此时此刻只有你能救他人，快点 CP 呀，早点救回他。至于车祸案件嘛，会问什么车相撞，几个人受伤，意识清楚吗？有没有被车子夹住？哦，对了，最近跟黄小编一样火红的新型冠状病毒太危险，为了保护你我他，电话中会多问患者有发烧吗？有呼吸道症状吗？像是呼吸喘、咳嗽、流鼻水、喉咙痛，14天内有无去过中港澳？有没有接触过中港澳回来的亲友？问这些是要提前让救护人员做完备的防护措施，不用担心，所以要据实以报哦。下次再谈火警报案技巧。感谢收看，记得分享。